今天绕墙头会推中最厉害的料理达人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更会猜拳。嘿呀，哦，猜拳的部分是。对。好，你那个梯都有没有买母梯了？就看看我们的运气哦。今天造型有白吗？有哈，带三升。白主公。好。那你最喜欢吃那个客家料理嘞？客家汤圆。哇，专业，难怪你会成为客家媳妇。对啊，因为我听讲哦，有一啥系咩最群有考到丙级厨师证照。马啥呀？就不要那个小姐了。还要当不是掉的，还是低调的啊？低调的，怎么讲的？凤娇姐，你看安样做得了吗？修啊！你的文估计哦。用数哈。用数啊，按多次耶。我按多来。再来米粉可以多一点，再来呀，再来。好，你误导了啦你。你白知道安好些的素食。现在个时来说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念给了。有佛光满照的感觉。有这样。这个好好吃哦，可以给我外带吗？好好吃哎。晚上到我家吃啊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的台中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大家民族。今日過來到台中都市啊，導演嘅，當漢地來到啲係素菜誒。上白肉也是這樣啊，有一句話好記得記到黑的。哦，就是他們攪拌的時候，他們會說辣辣的，你看記得嗎？好像有誒，好像有哦。那其他所在講哈佛有啲冇強用。辣辣誒。係啊。還有啊，佢還好挨到休息區嘅時間咯，記得打出來個哦。哎呦，跟你講，記得做出來嘅顏色哈，比人眼睛還大。我今年18了，那很難得哎。係啊，真係很難得。俺48歲。好啦，啊，不過博前講嘅咩係，因為菜天呢，大家都當會煮，沙港也導演你當漢得來，而且都有菜天呢，又當有名嘅一個沙港嘅一個客家文化園區，其實呢都有導演嗬，青島好搞料嘅啦，啊，不過今日到來小姐較專業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申之師傅。新朋友大家好，啊，朱師傅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李志六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六。哦，歡迎 TT Dragon。好，三號嚟呢度分享到你逢住係簡用同禪橋強下來比賽，分享到風橋子劉雪玲。歡迎，今天慢慢來用它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說，今天呢，首次登上我們一家之主衛冕者寶座的，就係風橋子，因為我今天隨時要幫他奉上寶座。哦，因為你看他很需要一個寶座，襯托他的氣質。因為他是陪他禪橋來比賽，她是女王呐。所以當我喊寶座的時候，你就要怎樣？對，我再等着過來。哎，寶座。如果真的沒有的話，我撐着。對，就是這樣，站。做得。體力擺個作用有哈。好，咱隨地一片哦，記得係兩姊妹，來自東市嘅朋友，青玉叫老青玉添。歡迎。哎呦，安亮哦。大家好。看這個指甲油比明珠的有點浮誇哦。哎，我的最近很低調。哦，又這樣，又這樣。麒麟係猜 T 沙港人嗎？他是神岡。對。神岡嫁來我們這裡，我家就在廟的後面。聽得懂國語嘛？哈，聽得懂。我剛才講的是國語呢。你剛才講的是國語嗎？對。好啦，請問一下哦，都沙港這個地方有乜該好高好食好料好吃好玩推薦的嗎？我要推薦就是我家旁邊的那個電火圳生態步道，每天都早上傍晚很多人去那裡散步。真的哦，跟協玲會帶婆婆一起空阿姨跟航路嗎？沒有。喂，啊，你們都去哪裡航路？對，有啦，沒有。你不是有和媽媽前幾年，這2年沒有，這年因為這2年的記憶比較沒有。好啦，這就忘記了。可是風橋子咁樣當好，因為協玲同會煮菜啊，風橋子會講客家話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們的翻譯就是鳳嬌姐。完美組合。對。好了，那拜了一天福尊、八福尊也特別嘅困難哈。好，所以今下小介一下景點，找個來推薦一下好吃的美食專賣，係哪間店？
刘家庄，我跟你说，你去过？那是我客庄好味道第1集拍的店，第1集就有吃感情牛哈卵呢，对对，牛哈卵这么啊！大一颗，还有那个牛肉炒面嘛，等我去。哦，都有姜丝炒大肠。一個牛家莊也菜市場有名，非常愛講一個天福尊哦、八福尊一個生態鋪頭哦，睇起來都做來看啊。不過呢，馬上就來進下體育館嘅挑戰，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派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巧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。上來兩嘴會抖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嘞！好，又到了壓一關呢，我們要來拼拼看、連連看呢。嘿剛才真的連出嘛個好菜色，嘿啊到目前為止，你覺得有連出好菜色嗎？哎，大項都係好菜色，不過冇乜嘅挑戰呢。因為我們不曾說過不好的。而且尤其今年繞牆頭推中最厲害哎呀嘅料理達人我。告訴你，他們更會猜拳。係啊，哦，猜拳的部分是。對啊，好，等一下哈，掉出菜之後，初試就得停手60秒。好，一組派出一閃先來猜拳。好，來，好公給我記了。來來，這邊。来这里猜拳了。对，因为你媳婦夠，媽媽來比較好。啊，剛剛明珠也有講，台中人最會的就是猜拳。對啊，你記不記得對我，們？他們等下平手會超過30分鐘。好，那我們就快走。好，來 key 睇下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公給我記了。猛叫啊這一張嘞。而且他們是雙交哎。對呢，絕代雙驕。對啊，對好來來，來來，那你們先過去。風水線來，來慢慢扶媽媽過來哈，好慢慢扶媽媽過來你。留線來。哎，你來先了哈，好，來了哈。看一下你的運氣，咁咪随便都好。可以的哈，我喜歡哪一個就拿。這樣條框哦，對。只有選擇啦哈。專業的拿，沒有給鏡頭看的。對。好好，來看一下風水基本要做嘅料理，主食菜黃色粉菜。哦，好那個來，黑白切的嗎？來好，大哥來台菜，莴莴筍都好哦。好來。麻嘅蕎梅呢？來了，椒麻，看到的咯。好，那我們這道菜看起來蠻好吃的。來，讚讚讚我！們帶媽媽往右邊，慢慢先移動一點哦。聽聽呢，聽聽呢，吼。好來，揾攬水嘅阿姐咯。一點點，好。看起呢個記得有冇買門梯啦，就看看我們的運氣咯。今天造型有拜拜嗎？有有哈，拜三生。拜祝公。好，來選一下，3選1。好，這個 New Kim Ji 他還在想說自己到底鏡頭前有沒有變漂亮。好，先來看一下黃色主食材係乜嘅？乜嘅？魚哦，絡你最麵。好選，你一港配好朋友。好嘞，P 菜係乜嘅咧？寶寶秀筍。也是減肥好朋友。對耶，好，都帶媽咪頭呢。希望不要重口味哦。來，好玉琴姐。麻油中年的嘅好朋友。哦，哎其實我覺得你們這個口味做我椒麻比較好吃。做得哈，麻油嘅總的鍋麵。沒有走的啦，哈。好好，來，先去轉來。帶媽媽慢慢的哦。好這邊好，可以了呢，兩出菜呢有得邊的啦，係啊都帶有邊的。好，馬上你就要來進行體館挑戰時間，先來問困難。馮翠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一下男子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加油。兩隊呢都已經準備好晒咯，馬上就來進行體館嘅比賽。哦，跟你啊，就有乜想法要用嚟做咧？你講粉腸啊，用炸的啦，粉腸啊。哦，用炸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為什麼鳳嬌姐說協玲很會做菜？哎呦，協玲，你是做餐廳的嗎？他在家很喜歡做菜啊，他會做餅乾，會做蛋糕。哦，真的，生日都你做蛋糕嗎？一般他沒賣啦，对，一般他啦。我会用阿田婆去帮我买。哦，而且吧，而且吧。請問協玲，你本身是客家人嗎？我不是，那你覺得當客家媳婦到目前為止如何？很好啊，真的，婆婆很疼我啊婆。婆很疼你，對不對？從他們剛才互動有就知啦，都道。嘛，這小片喜歡看出來呢。對呀，蔥摸也窮用這哎。是咁我也窮用就臭美。那你最喜歡吃那個客家料理嘞？客家湯圓，
哇！专业，难怪你会成为客家媳妇。对啊，所以阿姐应该遐讲，等下粉葱会拿来泡10个嘞。啊，你阿妈爱破哈，啊都茭白笋要炸吗？要啊，要不生生要怎么吃？哎，茭白笋只会上学吧？就把它当盐酥鸡的做法下去炸一炸。椒盐的。哦，炸锅看有冇有上的味道。好了，哎，你等下给我多转来。妈妈累了，可以先坐着休息好哈。好小心哦，这油温要注意哦。阿姐来。哦，现在还在担心自己在镜头上漂不漂亮吗？不会了啊，又管起来哈。啊，亚波卡斯绿龙沙鸡嘛，对，就你们俩，那感情一定超好。头尾女生，中间3个弟弟啊，马上还太姐啊，大姐，马上还大姐啊，太姐，金米吧，冇得講，金米冇講啊，即係要講，冇講。这种地雷係题，真係要講，唔可以講。你即講講出來这种地雷題你給他們回講係真係要講，唔可以講。誒，要講，哦，所以應該係阿姐哦。交代幾禮拜嘅呢，所以是唔得講，唔得講。啊，根本你吼手度掠都有學出用慢走咧。煮湯，哦，其實聊天曾經冇買是小利啦，因為我聽講哦，有熱衫係咩最權要考到丙級廚師證照。马上你看。特別那個小姐啦，我當不是低調嘅，我低調嘅啊，低調嘅都唔可以講嘅，嗯，低調，唔可以講。你都同佢講出來。這個應用版 K 的。也那個水花，哦，你係用嗎？像你咩爆酒筍哦？咩？個你係主要係裝飾啦，哦，嘿。可是应该要8次烟哦。你有冇想要去考個廚師證照啊？因為是精益求精咩，進步啊，啊，日白是考過了。係啊，你唔會去到講吼戴手套，把你的指甲油要用扎起來吼，不是這會不會很可惜？不會啊，衛生問題啊，哦，所以係為到了這睫毛吼上睫毛要用不是，最後一個職業是珠寶，所以我們哦，戴珠寶沒有指甲油不行，會被廢掉哎，老闆娘看到你沒擦指甲就會被你。好了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一下再跟乾媽繼續聊。要感冒，拜託，美妮哦，呀，金行都奈嘞。现在弟弟要莫妮要来下手了今哈。天要來教麻將，旋律都白白啊嘞，好啊好啊好啊。希望你走不頭白白啊嘞。鳳小姐，我提醒你哦，等一下出事就會停休你60秒。我跟你说，哦协定刚刚说，我可以不要用吗？對啊，我不想用啊。好，只有你的想法，照你的想法。對，照他的想法。那請問有醬油嘞。嘞？有頭酒。可是你的這個唔會破味嗎？這個要炸？你那個粉要放很多嗎？不用啊。那你那個就問讓你起款哈，應該是不夠，唔哪夠哦。我要糖，要糖來。謝謝。所以椒麻的重點是什麼啊，協力？比例哦，那你的比例要哪一種？就是醬油要2，然後魚露，因為我不喜歡魚露的味道，所以就魚露粗粗啊1。鳳小姐，你款愛用做得了嗎？有燒啊，有個穩固劑哦。沒買用素哈。不是我，都是。再來米粉可以多一點，因為再來呀，再來。對，再來。哦，你誤導了啦你。我講，他用行動來證明媳婦煮的都好吃。嗯，為什麼？不是咯。鳳小姐，你款愛用做得了嗎？燒啊，有個穩固劑哦。沒用素哈。不是我，都是。我按照來用素，你廚料會做扮演啊？叫什麼會做乜嘅啊？我扮人啊，廚菜料。頭扮啊，甜扮啊，跟乜嘅紅扮啊，乜嘅椰扮嘅仲有咩不咋？佢專家呢？cái thèo bài做人嘅心球唔要做cái事的，差不多嘞。去干沒1號是啦。哦。你那個也要哈，這個。媽媽完協理，你是不全不怕油。敢炸東西。不會啊，我只是想說炸的部分給媽媽處理。那協理，你有沒有想到用剖？哎，它炸的功用是什麼？目的是什麼？因為我想要就是它乾乾爽爽的，然後就淋椒麻醬。以前會做像鹽酥雞那種。給高月來拿一個。你要炸多少？講給公公。炸哦，這個夠軟就炸焦的就可以不。辣的，不辣的。而且還有按我剖過去後，佢地背都會梅頭會下燒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這
先过去看一下蓝水。好。你要骗猪嘛该？痛煮好了啊！忙啊！哦，那边还在雕花了，在丢花，那边怎么还在雕花？娇姐，你今天任务很明确。时空有禁止吗？今天是要到冰凉哎，今天让我姐姐我在表现，咩个冰内啦，伊个乙级的，我系丙级的，哦，你的乙级的啊！在那个神明的面前说谎。哎，俺几头家伙看好进行动身机，可以大打开哦，开喽。啊，我们介绍一下地博就嘛来。红椒、玉米笋，红喜菇，有嘞，洋葱、国语葱头哦。葱头。好了，我这个蒟蒻面应该水木一张不用落去就做对，因为它也不太能够吸汁嘛。那个雕好的那个姜要放哪？哎，要放下去。有，那台湾就不用弄去了，不要那里，可以喽，可以吗？走的。哦，那你得给下妈就用慢边啊，莫看到。我再不看，我不能你刚刚有选壁锅的啦，而且你我又再装一些抹壁锅的酱片落去啦。2层的2种 Q 米啦。所以等一下差不多就9呢。那3分钟多秀嘞。好，因为这都泡过了。小米嘞，都试试看。哎呦，哇，来了！哇，成语叫做美若天仙呐，沉鱼落雁啊！你有没有按讲呢？按直 C 了。哇，连试吃都好优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 OK 咯。好，过去再看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大家放这边哈。好，走的。哦，你去倒。哎，那粉葱破口就还有给洗破。哎喂，啊不，这个评审级的都是要讲做什么？宝座啊。坐等级。哎，给他给做感勇，永远做等级啊。坐等级是好嘞。哎，那我们这里好了，我要去倒数了。你哈然后无分感用成就，寂寞耶。你按后会感勇啊。好走，那我们去倒数了哈。现场马上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支持科纳体育馆，那木卡米时刻站队哦。体育馆呢，经营无限简单，边吃两出料理，先来支持科纳风吹嘅。中料条都懂好，也可以风球景吃到行不行？哎，这样他用行动来证明媳妇煮的都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咯。好吃咯。哎，家下伊时候讲嘅粉肠都冇拉下嘛。对。好在有哦，粉肠的母辣含100色的，对呀，香有够味，而且跟粉肠当然。因为热冻因为姜的粉肠底不会梅头，但我记得用泡的凤雪我觉得去味的效果一沾都有用。好，但是过吼，雪体风水里啊偏具还有为了干配减做热的啊，用下来选麻油蒟蒻面，蒟蒻好 Q 哦，很像在吃海蜇皮耶。好吃，但是姜好有点辣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刚才花了整个部分的时间在雕那个姜哦，真的哦，那个叫什么？姜的味道很就是有出来。系啊，我刚刚咪觉得有点可惜，就会掉到眼球嘅用嘛，结果我冇食到。对，玉娇姐，眼里海里头出来，已经本次加几多分？100分。哇，好，等下就来看一下是否能用慢评分咯。好，竞争的时间马上就到位，天生之师傅抢分数。好，风水一分。等下看一下2个抢分数。咱水一分，直接冠偏球。啊，我们本了个风推料片呢，吼，伊个无顺就炸到东火，就保持个水分低度，那个酱料调到东火深。啊，蓝推料片呢，妈煮的东火深很清爽，那个面呐，吼，有个 Q 度东火深。啊，不过做点老料个麻油骨，本去标那个姜嘛，吼，本去标到较香。哎呦，感谢。风吹个那边炸个粉肠啊，我吃到有一些较食油一些的，所以呢，冇按爽口，它较多一些油。啊，冷水那边呢，其实规则拢係當爽口，嗰個姜片、留嘅麻油超多，所以我選擇冷水，謝謝。好，剛剛呢條前1比1，不過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可以係生之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我嚟老太師家分享呢。師傅出太菜。你生之師傅呢是做摘菜嘅摘菜小王子哦。今日呢，甚至師傅帶來菜名係乜嘅？蟹黃丸子。
用做个蟹黄酱。哦，大概丸子该部分呢，吼，我就用大概再来米粉，哦，还有木薯粉，哦，用大概高汤来做大概迄昆布高汤。所以讲你做个丸子就嘛个呢，好一个梅头嘞，哦，就是好一个梅头。大概蟹黄的部分呢，我用大概哦红萝卜，哦，还有个盐巴，哦，那个调味，哦，就做个蟹黄酱。大概迄嘛个粉，大概係香菇粉，哦，香菇粉。大概含有配菜嘅部分呢，就係大概娃娃菜，含有大概紅喜菇，含有番茄、tomato 嘅棗嘅，tomato 乾。好，一下呢，我先來做大概丸子嘅部分，好，然後大概再來米粉，好。比例要搞太高。好。再来米粉可以多一点，因为再来呀，再来。好，你误导了啦你，比例不对怎么办？好，还有个骨粉，白胡椒，哦，还有盐。那这些的比例要做100老太公。我唔記得咧，挺感動嗎？我就留兩個食譜啲後背。製作單位了哈。好，還有個水。哦，貴地咯，跳機。這個脖切要拿來敷臉的，脖切。其實已經對皮膚動好。好像可以。係啊，因為滑溜嘅。係啊。好，大概呢，好電下，哦，幫佢攪拌均勻。最厲害係做係煙。嘿，大概電下要幫佢炒過。炒過底度就變大概麵團那樣，好，大概好，幫佢放上來，好，又強又嫩呢，好，幫佢攪一下，好，幫佢有個成團就做得了。要一直拉，對不對？這很容易手會緊拉啦，那會不會太低？哦，鳳嬌姐站起來，給我睇。我看啊，我看個清楚，他這邊煮菜嘅，佢望啊生啊，乜嘅生啊，一些菜之後要煮菜啊。大概紅喜菇吼，幫佢剝一下吼，那樣。紅喜菇係做配菜，也係叫佢做。配菜，好，幫佢煎過，哦，香，哎呦，紅蘿蔔我要做大概蟹黃，好，同時，好，大概用同時，好，幫佢刮，哎呦，就係蟹黃，該底度該，哦，紅蘿蔔，哦，你看，哎呦，兩片，哎呦，大概蟹黃就好嘞，哦，大概就是好嘞，哦，大概香菜，好，幫佢切一下，可以的。還看就安用走過那個蟹黃嗎？好，差不多。炒丙級的時候。沒有。放在碗。哦。好，大概姜嘛，好，幫佢切一下，好，等下要做個蟹黃醬嘅，好，切到揪揪。你現在把那所有的料攪準了，乜嘅？再來菜來粉香下。係啊，菜來米嘅粉誒。7、8號。係啊。料呢好，熟，然後熟的油。用一些油落去。好，用一團。哦。好，然後就沖咗魚丸咧，用好嘞。很像花枝丸誒，都會誒。哦，薑燒都唔得咯，薑燒。所以素食的花枝丸喜歡用走差不多。它這個外形是完全可以魚目混珠過去，就是花枝丸。像花枝丸一樣。對啊。好，等下呢，我來撈了個紅喜菇，幫佢炒一下。好，了個紅喜菇用下來，好，幫佢煎。好，了個菇啊，東北西酒，好，做啲不一樣的酒，滴度。好。它是乾性肌膚啦。好，那等下呢，大概蟹黃醬嘅炒好咧，哦，直接幫佢用下來煮，哦，大概就唔會，大概菇嘅香味就會出來啦。兩片嘅菇啊，吼，炒到有點金黃色咁樣，咁樣就會較香咧，香味就變到咧，變咧，天天咁樣，用快嘅咁樣變，咁樣就好咧。哦。口罩都罩不住了。哎喏，摸好嘞。用煎過嘅香菇咁會好食啦，用煎過嘅香菇咁會好食。啊，唔過迄大概杏鮑菇還係香菇，就做嚟用大概做法來做。好香哦！有個炭烤嘅香味啊。好，用上來。哇！好，大概呢，好，不用油。你係魚會做乜嘅？不，唔是色，哦，大概做個蟹黃醬，哦，大概姜麻落來。大概紅蘿蔔用下來。哦。好，幫你炒一下。做乜嘅魚聽話不用姜麻呢？大概摘出，通常都會用姜麻啦。哦，大概醬汁會就會較，唔會香，唔會香濃。啊，姜麻是摘出就要用姜麻較多。係啊。蒜頭要不用唔得啦。係啊。好，大概水，好，幫你用一下。好，幫你下是落去了。係，幫你煮，好，幫你煮，煮到軟軟。哦，煮到軟軟，好，大概香菇粉用下來。你看動作摘出來都是香菇粉。係啊，因為大概要幫佢做個刺嘅梅頭啦，哦，做個鮮味，鮮味，哦，鮮味。係啊，好，大概
丸子，哦，不用下来，哇，好漂亮哦帮！你烧，等下落去经烧落去，它会变色。我会变色。也给黑马干。大概是太白粉，哈，偏地粉，哈，帮你勾芡，勾芡，等它就会酱汁就会看浓。哦，好，帮你煮完，试试看那味道。哦，哦，到底了。好，大概好勾芡。哦，好，帮你摆盘，好。大概好，帮你摆大概网状。你做乜嘅廣係當我背入咗喺度啲噃？哎呦，這樣會有個多一點嘅感覺。對啊。風叫進動了叫。嗯，咁豆腐卡煮菜未被擺盤啊？没有，沒有。菜面按到。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哦，我想吉祥是哪一个牌子的如意啊？玉娇姐哈，哎，你怎么还在雕花？你怎么一翻开你就在雕花了？助手，我今天是助手不哦。可能，你没你是丙比级师傅，给公一走助手。其实看起来像干贝耶。哎呀，还有像虾公、蝦公啊，阿舅，動態嘅蝦磚啊，係啊蝦仁啊，嗯，好香菇，用上嚟。这样按你做按酱嘞，嘿对啊，像我是嘛，当然嘛，我看哪想。家都是那种，因為嘅蟹黃哦，本身是要海梅，而且有点像红酱。嗯，对，所以素食也可以这做海鮮。样你看那个素食做起来是那么漂亮。哎呀，蟹黄烩丸子。按钮就后睡喽。好嘞，你深知師傅呢，老兩個摘出發揮到無窮樣嘅境界，兩個呢是蟹黃丸子，蟹黃丸子，太下來吃吃看呐。哦，兩個用菜來米啊，攞個兩個鹽呢有冇？當球誒，菜來面去做誒，啲河又唔會硬硬，唔好啱啊又唔會講，安尼將安尼歪歪咧，按照安尼 QQ 又食。 QQ 柚子哈，這可以做給小孩子吃哈，嗯，对，小朋友應該會喜歡应。该会喜欢。那你自己喜歡嗎？喜欢啊，我本来就很喜欢那个它基在本海面，就是板类的东西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說，你注定要當客家媳婦的啦，你在家都是一樣嫁給客家人。好，我問看一下，咱是兩位阿姐，去白溪道安好食的素食，嗯，食個個時來就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小眼見了，有佛光滿照的感覺。有我知道咧，佢用呀昆布代替呀粉咧海米出來，然後嘅紅蘿蔔嗰個嘅娃娃菜、娃娃白嘅甜米啊，出咗留一海米切合以後，再加上呀菜來米粉咧，加個米團很軟咧，係會嚼米嘅，所以吃起來整體嘅爽口又有海米啊，所以也係一樣當好嘅菜菜。睇起來都當天丁像有米頭，嗰時候呢漢巴散絲嘅咩咩咩食到摘出嘛，嗰時候呢你就做得有多一種選擇，多一種變化。條前一比一咯，一下最杯米罐，所以正經來變一下咯哈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罐嘅比賽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米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米絲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今日係最杯米罐咯，到大家都要拿出馬嘅本地嚟表呢，先來問看那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兩個係乜嘅？鹹菜，鹹菜，啊，兩個鹹菜蠻人做嘅。誰做捱的？做啊，媽媽做的，是不是？捱一口中菜，啊所以鹹菜捱切加做來細細啊，牛啊咧。啊，鞋領會天數嗎？
冇啦，佢愛上班冇唔按下心 Q。妈妈做呀嘅鹹菜，今日帶了最本名一款料理，名字是什麼菜名？蛋爆酸菜饺。饺。哦，你最拿手的水饺。水饺。对，來，最本名一款有信心嗎？有啊。加油啊，好嗎？好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你看下咱最近本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菜脯乾，阿姐做嘅，也係老妹做嘅。我做嘅。哎呦，阿姐會做嗎？沒有。你冇教機？記唔記得我做比賽到咧？哦，今天要拿這個菜脯乾我做嘅料理，跟菜苗按到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哦，我想是哪一個牌子的如意啊？如意。好，最後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就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我哋開始咯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對呀。哎，而且你都會發現到客家的有一些精神，代表就會老配嘞，椰菜，都是什麼有型啦。因為我有一首歌就是叫做有型。那你要置入給錢的呢？哎，不是，是他們要給我。哦，管家對。哎呦，哇，绞肉的地位都會水水呢。因為我有加高湯，都要做打水的動作，這樣子那個水餃吃起來才會比較那個肉就不會硬硬的。幹嘛嘅粉啊？這個是煎魚粉，這是胡椒粉，我們自己去買的，中藥打的，所以比較香。顏色很漂亮哎。跟你這個是有特別媽媽還是誰教你的嗎？沒有哎，我就是自己非常喜歡包水餃，他就非常興那趣。因為我們家的小朋友就是常常都不喜歡吃外面菜哦，所以就想辦法把它包進去，包到底肚這樣子。那你要不要乾脆就賣水餃？很多人都這樣對我說。對啊，所以外面欠債很多。我跟你說，酸菜水餃一定超好吃。好了，你要就先冒下哈。好。哎呦，剛下講愛做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。對，吉祥如意。等一下，等。玉嬌姐哈，哎，你怎麼還在雕花？你怎麼一開始你就在雕花了？助手，我今天是助手啊。不可能，你是丙級師傅，給公一走助手。那他是乙級啊？他是不是很喜歡雕花？他是乙級，我是丙級，要讓啊。那我們問一下兩位，最高220好240。人家根本有吉祥如意啊，去取係一種吉祥的寓意。不過去倒台愛做嘅料理係乜嘅咧？芋頭。哦。芋頭的香。如意，如意，這是芋頭的諧音。哦，對，如意。哎，諧音。而且我們的名字都有芋。哦，有。對耶。所以這個是姐妹料理。對。那你們有人叫俺用嗎？沒有呢。其實我看唔出來佢哋會做乜嘅。它很特別啊，佢還有快菜呢。對，我們還有泡菜，而且那是泡菜耶。該不會是自己種的？自己買的啦，現在都很少種了呢。兼着。啊，這應該倆下撈咩蘿蔔啊？要帶到凍片嗎？一樣是東石，它一兩片走了。哪兩片走？那個什麼？台中。東勢。哦。高牛鴨快樂手錶。這個有先入狗嗎？冇，不是。我老公係花蓮人。啊，我是東勢人。通常住在吉安鄉的都有一個農舍豪宅。我吉安美棟都哈港音咩？東東啊。好像也是海陸腔。是某。那邊哈，嗰邊有新竹同苗栗。哦。鄰居啊，都是客家的，還有阿美族。哦。好啦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過動身了。我希望回來的時候，玉嬌姐有新的任務。我把那腥味弄掉。好。有。待會回來愛心就會擺完了。擺完了。好。你那邊包水餃嘞，應該看。哎，包得好漂亮哦。好療癒哦，問台看看。很棒哦。而且我們協林哈慢工出細活哎，在他的身上我只看到優雅2個字。哎呀，真的。我看到緊張2個字。還在緊張嗎？真的。一散忙啊。都散忙。做了一麻煩。你最近聽我弄呢？對婆婆的最大印象，嘎狗了以後啊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憶？
就是对我很好。哦，那你刚嫁进来，他有没有说，哎，你不是才国中生吗？应该是说我刚跟我老中医啊公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次打电话去他家，他跟我老公说，怎么会有幼稚园的小朋友打给你？你在筹备。好了，谢谢了。他包水饺我从来没有去摸过。哦，等一下，你包又那会煎么慢，他一下子又一个，一下子一个，我不包那么慢。你是会煎冰花吗？不会耶，我是煎蛋，因为要蛋爆嘛。哦，不要太靠近哦。所以又加 U 係嗎？就是有啊哦，我現在比較好奇，呢度等下用辦會蛋爆咧，你下會做乜嘅？調那個粉，哦，好了，就是有一點點冰花。蒸饺的感覺嗎？對對對，一開始是有點煎餃的感覺，那你們要離遠一點。好，那我好，先過去能多遠藍隊嗎？？能多遠？那就去藍隊吧。好，我們看他這個先，好，怎麼弄好嘛？這是有水加粉體啊，太白粉嘛，哈。沒有哎，应该是面粉吧？其實就麵粉啊。溫土又辣哈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好，等下我轉來。哇，你那邊撩洞洞哦。对，也有很多。嗯，干等下宝都那一道毕业啊？我等一下放在那倒扣，哦，哦，对那这样你有准备饭吗？那晚上到我家吃好不好？好啊，不可能，玉娇姐，我你还在调爱心，定这个好好吃哦，可以给我外带吗？可以好好吃哎！晚上到我家吃啊。其實哇，甜蛋糕。你們的不粘鍋好好用。哦，你不可以一朵嘞啊！不可能，玉娇姐，我你还在调爱心，定我刚才有帮忙这个，你们没有过来照，你跟你我赶是紧班，暗中相助的。我吃我的料理哈，嗯，今年104岁，哇，俺又服哦。所以很有福气。嗯，对啊，改天会没有去那蛋糕，边从来没采访。吃过药。哇，哎，真的，我希望我是这样子的，对啊，方身體很凍凍甜哈，对，咱做香爐。哦，来录了节目的为了我爸爸当好考研的节目。哇，那你现在跟爸爸讲几句话？來這一集啊不是还没有這一集這一集。哦啊，我爱呢，老烂都快跟出来。哦，而且还是这有出事了，当凶。我們冇熟事哦。没有的時候他會唔記得。一心我88了，我爸爸哎呀88。对我们家，我说我婆婆104岁，你不信？我们都是很养生下的，飯的哦，比較鹹哦，是下飯的。我又没有放盐巴。因為我們有我只有用那個黃色的那個什麼，就是蛋黃啊。哦，鹹卵啊，鹹嘿卵。鹹鴨肉，可以嗎鴨肉都有個臭不瓜可以哈叶文，可以哈。所以你們剛剛有炒一點金沙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你還能白天嘅嚟泡菜啊？這個泡菜很麻沒有煩走哎。我做的，放这里。你不要看那么稠哦，那个是有机的哦。我沒有講呢。黑的哦。好啦，我差不多了，我要過去了，好，來冰花要好了，你排糖夠了，醫生。來了，好了嗎？哎呦，特款呢！哇！可是我的蛋還沒熟。拜託你離職好不好？我不要，喂，要挑到我講你哦。這樣我的同事會很想我哎。他們是跟你講場面話，你應該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有不理解。你那種做法係你自家想出來嘅？有吃過，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。等一下最挑戰的，你要讓它完整的出鍋，對不對？對呀。你要不要廚師幫忙你？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好像可以的。可以自己還是可以吃？可以自己啊。還是請媽媽？媽媽你會嗎？媽媽不會，媽媽沒有，媽媽不會，媽媽跳得好快哦。媽媽累了，媽媽累了。哎呀，我那個我不會的，你不你要要叫我哦。長豆嘞，然後還要啊，整一這個下。等一下要沾醬啊，等一這它下。很厲害的花椒醬，花椒醬。交給一下。這是辣油，就有辣油，然後媽媽最喜歡的花醬油哦。然後跟那個麻油，就這樣。你這個要小心哦。很有可能有一點點焦了。老實說，我不太會用你們的廚具，我還是叫廚師幫好我。好，你選一個。選年輕的好了。哇，你好壞哦！如果是哎，你剛剛講說我是老的嘞。
哦，冇啦冇啦。他讲的是实话。对啊，真紧哦。所以邪灵，你都不开时间係用兩種嘅服歌啊？就是比较浅一点。哦，还有最后嘞。那其实咁簡單哦。你们的不粘锅好好用。哦。你配你做嘅啊？你動作係個做 ending 哦。只要弄就不好要弄，那我们先去倒数了哈。好，现场马上开始都算是6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下最杯面一關呢，唔開面試卡針掉的。好，最杯面呀一關呢，單槍睇起來都主位時間，睇下就當其他嘅。先來試試看下你風吹嘅一個鐵子嘅手工水餃。非常的 Q 彈嘛，香港喺地位做嘅鹹菜吼，畫龍點睛。而且媽媽做嘅鹹菜吼，啲又鹹又酸，含加又青。有牌子不是包含出来的，牌子上讲，你们就说要找客家啊，客家我们就是咸菜嘛，吃困难。就拿含出来的包吃困难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蓝队吃个你没吃香香的呀？你冇等来 Q 你哦。你蓝队也吃完了？天哪，真的耶！还没因为今天有水饺啊，很开胃，那个酱。辣椒酱哎呦，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的，刚刚好，不会很辣，蛮香的。我不敢吃辣椒。哦，我来看一下蓝出的鸦片，结果来试看的啊，吉祥1、啊，来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可以给我外带吗？可以，好好吃哎，晚上到我家吃啊。这个邪灵还不娘生意呢，是的吧？就不怕他不吃青菜。对，这个味道啊，而且很下饭。金红色喽。他们那个甲泡出来了，加想法今天动有创意。香港冇看过用劲烧来炒，我觉得想法上是很值得加分的。我们还有加韭菜，有吃出来吗？有哦。对啊，韭菜都自己种的。颠覆传统啦。系啊，好，所以看得出来吼，两位阿姐嘅用心，不過到底師傅用萬評分呢，日日都看哦。也給緊張的時節，師傅很多給交頭接耳討論哦。我剛問我們的邪靈一個，唔會緊張，反正呢就好搞啦哈。睇下叫他來撩咩？師傅，他去討論吼，開小視窗了，然後有見難評的。你邪靈都緊張哦，結果吼，假使佢緊張咧吼，你真的會被逼着開生意咯。他會堅持啊，他會有加個上班。好來，甚至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公平一份。好，兩下對每一份，搶看一下阿兩個。平手，哎，董事老師講嘅道也太難評了吧？真嘅都難評，然後兩組呢都東後生，兩組就有特色，然後都能出來。那風推兩片呢，佢做嘅水餃東後生，佢那個內餡呢含有個底部的鹹脆嘅脆度，然後沾上這個那個辣椒醬，然後東後生懂開胃。南推兩片呢，保留個食材嘅原本嘅味道，就五味啦，一個甜味，係是都東後生。我先講南水入邊啊，因為佢有冰鹹辣，嘅香味又出來。嗰陣佢所有嘅食材都係當天然，佢冇加油嘅冇嘅，整體看起來係當爽口，口味全部有做到上係現在南水。剛剛冇現在風吹嘅魚味呢，睇嚟我食到一啲多多有較柴些，有點焦了，冇按好嘅地方啦嚇。啊嗰陣嚟我吃到一鹹菜水餃，這一種係出當單調。地邊咧講要標一些蟲嘅啊，一係講標嘅雪里紅，有橙色有鹹菜，樣搭配起來實在，所以就規模按單調。所以我現在難吹，謝謝。唔怕，你今日呢第兩組都會提名咯。好，馬上你出來頒獎嘞！耶！到今日比賽呢好刺激哦，來到呀個董事呀道比哦，真嘅。很難分出宣制真勁東南，我從呢緊不熱，兩組都會大頭名。先來恭喜，今天呢我們來到東市特別加碼，哎呦，我們先送錢好不好？好，先來錢銀元的咖菜機，恭喜！還有這個呢，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很用心，因為呢我的製作人我出的第一張專輯他就買了100張，謝謝安泰哥，貼片我來送本養給你，而且是限量。
恭喜你的，里面有我的专辑。像这个就是有心人士协理，有心人士妈妈。对，你们是有心的人，谢谢。天蒙大家。好，咱这里一片吼，因为咪是大票名，所以线送本记得是1500克嘅加菜机，含有特别含量嘅有心人系民主出嘅体育装专辑。对，哦，难得那么的话，谢谢。我一直拿在手上，喊得送出去啊。有博谦也有买，系啊，买了。好了，协玲哈，因为协玲最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佢要学客家话，我们有讲客家话，可是我发现到他其实是唐诶一有哦。哎呦，这一次又按有心，就是有心人呐。皮妈妈 Q 哈来要到毕比赛，整个心得很勇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，然后带着妈妈一起，这是一个很有回忆的经验。讲究真，可能按有福气哦，按心球按好，你这个又按好，好真运动有心。老太家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我真近因内心感谢个客家电视台，有本来机会见面人来上呢个节目。是都70人岁都唔是上到电视台啊！第一擺做명山，實在真歡喜啊！感謝大家，感謝。啊，哦，恭喜！好，早個來哦，那近半年吼，我們的亞洲小姐唐紅200體育擺上電視，是的，那個心情是怎麼樣？體育來錄獎，蠻高興的，還有識到個主廚的蟹黃素食料理，哎呀，很有創意，我轉不康啊，不過學煮啊。好，大家問下玉叫阿姐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參加感想。呢個客家電視台對我爸爸嚟講係當重要一台，其中啊。我是準電視台的專員，都是準的天氣。有機會我介紹朋友參加，也給他們當好為回憶，對。有沒有什麼想要再跟爸爸說的？阿爸，我係安玉教，我同我姐安玉琴嘛，同我講啦話，講，阿嘛你好手好腳，所以我今年冇切到手哦。謝謝大家，到啦大家。其實行到都感動嘅，因為因看梁生阿姐哦，記得哦上節目嘅目的啊，簡單嘅想法係本爸爸就會看到親姐妹的感情這麼融洽，其實就是爸爸最想看到的畫面。係啊，冇錯，而且呢，你一家子做嘅節目呢，請歡喜就你看按到你體擺上電視就可以來你嘅節目，估算你親有福氣，而且接上來嘅體擺過後，直接預約第二次。係啦，你看這個春姬姐啊，上一集的，馬上又來現場要報第二次。好，估算呢分享睇起㗎，你講呢想要來分享不開料理，聯絡情感，非常係講你就會懂中醫，懂向你客家電視台嘅話，分享就積極來報名哦。韓國啊，從2010開始吼，有可能。我有限量嘅專輯會送本大家，所以想為有心人係了解中西嘅朋友，結果都報名。不過咩報進去挺久哦，它是限量贈品哦。驚喜出現哈！分享太氣家叫下來到你嘅節目當中，分享也會卡嘅好咪是老好情感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上來了。